主后2022年8月25日，每日圣安宫读经，有把握甲肯定的信心。圣经咱来读希伯来书第11章1节到22节。信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话创造的，安尼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信，亚伯比该文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对这个信，伊得到上帝认定做义人，接纳伊的祭物。虽然亚伯已经死，通过这个信，伊还得讲话。对信，伊都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阁看到伊，因为上帝已经甲伊牵线去，伊都受牵线以前，已经受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搁信伊会互追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信，咱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信，伊定世间人会做。搁根据这个信，伊成做义的继承人。对信，亚伯拉罕受调去得要承受做产业的地的时，虽然毋知要去倒位，还佫有顺探出去。对信，伊寄居伫应允的地，若亲像踮伫外国，甲做伙承受共应允的以撒、雅各。住伫埔边，因为伊期待上帝所设计甲起造迄个有地基的城。对信，亚伯拉罕虽然已经老，撒拉嘛已经超过生产的年岁，伊还会当做老爸，因为确信应允伊的上帝是信实，所以通讲。对一个得要死的人，有生产子孙，亲像天顶的星遐尼济，亲像海边的沙，算袂了。这个拢是到死一直有信心的人，虽然因无得到所应允的，毋过对远远看见就欢喜，承认家己不过是地上的出外人、流浪客。讲这个话人，表示因是伫找一个家乡。因若是伫怀念离开的所在，也有机会通倒去。不过，现在因伫翕慕的是天顶迄个搁较好的所在，所以上帝无因为因称伊做上帝来感觉见笑，伊甚至已经为着因准备一个城。对信，亚伯拉罕受考验的时，献以撒做祭物，就是承受应允的亚伯拉罕欢喜献伊的孤囝。上帝有对伊讲，对以撒生的，才通算做你的子孙。亚伯拉罕想讲，上帝会当互以撒对世人中割活，所以通譬如讲，以撒是死搁倒转来。对信，以撒为了将来的事，甲雅各甲以扫祝福。对信，雅各临终的时，甲约瑟的囝一个一个祝福，伊靠伫棺仔头敬拜上帝。对信，约瑟临终的时，有提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搁吩咐关系伊的骨骸埋葬的事以上，有把握
甲肯定的信心。有一个人跋倒摔落山谷，危急间，伸手掠条山坎边的树蛙，就安尼吊伫树蛙顶。伊未禁得大声喊救人，毋过四周围拢无人。伊转向上帝大声吼叫讲：上帝啊，至少你还伫咧，我以前真少向你祈祷，呾我求你来救我。上帝也点点无应声。过无偌久，伊阁祈求讲：上帝啊，我知影我一生中真少向你祈祷，毋过今仔日我相信你，所以才向你祈求。拜托你紧来救我。假使你今仔日救我，我要诚做你的仆人。我会甲逐个人讲即个新约，相信会有搁较侪人来跟对你。后来上帝应讲：好，我互你一个机会。现在你甲唱年掠条的树蛙放掉，了我会救你。迄人讲：上帝，你是咧创啥？我也无咧起笑。虽然这只是一个互人笑笑的故事，却也看到故事中的迄个人对上帝无信心。希伯来书作者指出，信心是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超越咱现实所存活的时间限制。信心常时是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超越咱所存活的空间限制。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两个无共的希腊字来形容信心会当超越时间甲空间的限制。第一个希腊文把握是指保证、确定、必定成就的事，这是一个商业用语。作者用伊来表示所有权，虽然还无实现，毋过咱因为信心已经拥有伊的所有权证。就好亲像人咧购买有售厝，虽然还未真正拥有迄间厝，毋过因为已经先处理所有权证，这保证咱落尾一定会拥有伊。第二个希腊文肯定，肯定是一个司法用词，意思是指司法上法定的诉讼程序结束，判决已经确定，所以信心拄亲像判决确定的三审定线，向咱保证，虽然伫空间限制，毋过上主应允咱的，的确会成就。希伯来书引用旧约亚伯、以诺、拿阿、亚伯拉罕一个来说明，借着信心，才会信仰先祖超越因的时间、空间限制。伫信心已经得到上帝的赞许，尽管伫受限制的生命、受限制的生活空间，甲受限制的历史下面，因却看到上帝所赐搁较宽阔、得要成就的世界，也就是因为有信心，互因通超越受限制的时间甲空间，凡事顺服上帝。因为对上帝的信心，互人会明白搁深刻体会，迄自创世以来万有甲历史，拢和上帝息息相关。当一个人告别上帝是历史的主宰，是出自伊的信心，因为相信，互人知影宇宙是照着上帝的话造成的，搁较无会倒转去伊所准备的天家。立想，我对上帝有信心无？有把握搁肯定的信心无？我对上帝有信心无？有把握搁肯定的信心无？来祈祷。
上帝啊，帮助我成做一个对所仰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会当肯定的基督徒，奉主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